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台湾新闻故事，新的新风爷。今仔日的风真透，我强要去互吹去啊！乐乐，免烦恼，若准你真正互风吹去，我会甲你掠好条。感谢王阿姐，王阿姐，最近外口的风真透，唔知是安怎。乐乐，迄是因为最近台湾的东北季风要来啊，风会愈来愈透哦。你出门的时阵，莫去寒着。讲到风，你敢知影台湾有一个所在，风叫做风城？风城，那是倒位？这个所在就是新竹哦。新竹伫台湾的西北部。根据早前的记录，新竹沿海的地区有足侪竹啊，因就亲像一堵天然的竹墙啊，保护新竹这个所在。早期者嘛是头壳族的社头哦。竹参社伫的所在，后来伫清朝时期，就把这个所在改名号做新竹咯。咱之前有小解过另外一个头壳族的社头，你敢知影伫倒位咧？头壳族啊，是大甲妈祖娘娘接早段的所在。乐乐的记忆真正真好呢，无毋对，就是大甲。大甲有一间真出名的庙，就是镇南宫。新竹嘛有一间哦，真出名的成风庙。庙里服侍的神明，就是妈祖的好朋友成风爷哦。成风爷，伊是妈祖的好朋友，伊敢嘛会接早段？哎呀，成风爷袂接早段，但是伊嘛是一个会保护大家的神明哦。成风爷的故事非常的多，最出名的是水鬼变成风，我今仔就讲互你听。真久以前，掠鱼阿水大的所在有一条大河，一个号做阿河的水鬼住伫河里。一天，骨力的阿水到河边掠鱼。嘿咻，嘿咻！希望今仔日是一个丰收的日子，好我会当掠到真侪鱼去卖。安尼，我会真正有够帮阿母买油啊！鱼呀鱼呀，赶紧来！伊是啥人要唱歌？这样大声，差点我要困。敢是你咧唱歌？啊！你是谁啊？哪会住伫咧河里？阿豪真罕得拄到通开讲的人，就甲家己的遭遇甲阿水讲。原来这个阿豪啊，较早是一个好野的冤鬼，互歹心的人陷害，甲伊塞入去河里，害伊变做水鬼。伊必须爱找另外一个人来做水鬼，家己才通离开这条河，投胎重新做人。原来是安尼哦！你住踮遮尔冷的河里，一定真孤单吼。啊，安尼好啊，我会当家己来遮掠鱼，顺便陪你开讲。哦，感谢你哦！安尼我会当伫河里帮你赶鱼。鱼啊，赶紧来！阿水今仔日有满满的收成。就安尼，阿水甲阿豪合作掠鱼。阿水逐工拢掠到足侪好鱼啊！阿豪逐工拢有人通开讲，因变成真好的朋友。一天掠鱼煞了后，阿水，我想要甲你讲一件代志。咱以后可能就袂阁见面啊！啊？为什么？嘘，这是秘密，你千万袂当讲出去哦。过几天啊，村内迄位老阿婆来河边洗衫，伊会掠入去河里。我想要互老阿婆代替我做水鬼。阿水听说感觉真伤心，因为伊的好朋友就要离开啊，但伊就搁开始为村里的老阿婆烦恼。阿水回到厝，愈想愈毋对，伊决定要守踮河边，看敢会发生啥物代志。几若天过去，老阿婆拢无来，阿水就是无代志啊，想袂到讲
一天老阿伯来啊，哎呀，我要赶紧洗衫，把这个衫洗好势。我要回去厝内陪我的小金孙哦。哎呦，这几领细细领的衫足古锥的。老阿伯话讲煞，摕大面盆想要煮河里河水，一个无细字，煞落落去河里啊！哎呦，救命哦！敢有人啊？紧来把我救起来哟！哎呦！老阿伯总算是来啊！我总算会当离开这冷的所在去投胎咯。米地边仔的阿水看到阿和手向老阿伯遐去，伊大声喊：阿和，你稍等一下，这位老阿伯的孙仔才打出世，而且伊的年岁就遮大。伊一个人住伫河里，一定真无方便。你敢会使卖了老阿伯哈？毋过，好啦，既然你拢已经安尼讲啊，这届我就放伊煞，你赶紧去解救啦。阿水甲老阿伯救起来，阿和只好继续做水鬼，因要是甲较早同款，做伙掠鱼、开港。这件代志，敢若从来都无发生过。也毋过时间过了真紧，阁过无偌久。阿和，感谢你啊！这几天有你斗相共，我大概拢掠着足济鱼啊，互我有钱通好买药啊，互阿母。但阮母还病，就要好啊。免客气，阿水，我嘛要感谢你，定定陪我开讲。我过几工啊，真正要离开啊！隔壁村有一对拄嫁出来的翁仔某，搬出来时会经过遮，我想要找因接替我的位。阿和，我知影我无应该安尼讲，但因遮打结婚，敢会使放因煞咧？放因煞？咱呢，我阁爱等偌久，才通着后一个掠高体。阿水无放弃。面前想要说服阿和，阿和想想咧，感觉阿水讲甲真有道理。伊随着甲这个想法完全放弃等下。一目年啊，又过几落个月，有一日早时，阿水，谁啊？是谁在叫我？阿水，紧起来，我要离开啊！是你啊？你哪会伫遮？你的衫哪会嘛无同款啊？阿水，这届我真正要离开啊！昨有一个囡仔兄走来河里佚佗，我原本想要掌握机会，让囡仔兄来代替我，但我想到你进前甲我讲的代志，想讲伊还细汉就放伊煞，想袂到讲阎罗王煞找我去。阿和，我看到你昨放囡仔兄煞，你真是一个善良的水鬼。我希望你通担任城隍，帮我照顾人民，公正判断是非，掠迄寡为非三做的人。感谢你哦，阿水，是你之前讲过的话帮助我。接落来，我会伫天顶保护你和大家。再会啊，阿水！若阵你需要我，随时拢会当到城隍庙来找我哦。所以阿和就正做城隍爷，帮助阎罗王掌管阴阳两界的代志，保护大家。那亲像即阵的警察也是法官哦。城隍爷是妈祖的好朋友，安尼敢会亲像妈祖同款，出去巡巡咧，也是去要叫。伊嘛会哦，毋过毋是每一个所在拢有，上盛大的当然就伫咧新竹咯。当年旧历7月15，迄天是中元节，就是新竹的城隍祭典。城隍爷绕境巡查的日子，伊会伫即天出门巡查伊的管区。哦，我嘛就想要去参加看卖。会使哦，露露，你通请爸爸妈妈带你去城隍庙看卖。即阵的城隍庙是新竹其中一个足闹热的所在，伫城隍庙边嘛通食到新竹的特产甲小食米哦，亲像米粉啊、贡丸汤啦。哦，米粉、贡丸汤听起来足好食款的呢。
无毋对，若想到新竹的特产啊，王阿姐的嘴烂就得要顶落来啊！新竹的米粉嘛真好食，拢是高港风的功劳哦。高港风，迄是啥物？新竹因为地形的关系，见若寒人，东北季风咧吹，尤其9月霜降以后，强风经过较矮、较长的溪坎，伫新竹遮向下底吹，当地人就甲即港强风号做高港风，代表旧历9月以后降落来的风。乐乐，王阿姐来甲你考看卖，下底倒一项物件甲高港风无关系咧？1. 米粉，2. 贡丸，3. 仙草，4. 气鸭肝。哦，我有啥？仙草。唔对哦，答案是2. 贡丸。啥物？哪会是贡丸？乐乐，贡丸是用肉拍做浆，用水煮好色制作的，伊甲高港风无关系呢。米粉是用米经过过滤罐手熟，做成幼幼的米粉，搁经过高港风咧吹打扫所制成的。嘛有人讲新竹米粉会真好食，就是靠3分日晒、7分烤风的秘方呢。新竹嘛产真侪仙草、气仔，农民收成以后，经过日晒、风吹，做成咱遮的仙草甲气仔干，所以米粉、仙草、气仔干嘛被号做新竹三宝呢。哇，高港风有够厉害！后摆我要请爸爸妈妈带我去新竹新丰庙看卖，搁食米粉甲贡丸汤。乐乐，食煞爱会记得转来甲王阿姐分享哦。好，感谢王阿姐的小解。小朋友，若准你有去新竹看到米粉、仙草、鱼仔干，或者是有去新丰庙拜拜、食小食米，通写批到乐乐批箱，甲我分享哦。后摆再搁见面，再会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哈。